我是老一，我是准。露露，你别乱起头。我是老虎，你是猫。你是冰猫，我是虎。冰宝宝，冰宝宝。潜水，潜水都要。行了，鼓手。我们经常10多首人呢，你们知道吗？练练练吗？我把我们唱错，你们会那个？不会。不会这样，等一下中间也不是丢罐子。因为这一首歌唱完，我们就要离开这个地方。对，我们要离开台北。如果我们表现得不好，这首歌表现得不好，你们再喊安口嘛，好不好？离开台北，我们可以偶尔参加别人的歌做 ending 吗？好吧。哎，完了完了，没有被原谅呢。是谁那么生气？露露啊，一直讲那个名字，露露你又走上来。哎，很多人在下面他们。耶，开始。哎呀喂呀，我的天哪！他们才刚为了这样离开台北啊，到底是什么样的心情？就让我们传下去吧。嵐馨的演唱会，我开着一部奥斯汀的老爷车，轮子有点发抖，但是我的方向不变，因为我决定离开台北，决定离开台北，离开台北。这次我们再次邀请来自屏东县雾台乡吉他手冠军Sula鼓手啊！表情表情。我们给Sula掌声一下。
其实已经收了完毕了。接下来轮到来自南洋地区选手，大助手，让我们招我们的贝斯手吉他，鱼，还有托比。把手，还有练，还有练。接下来轮到这个真正厉害的高手。 大家有听过法国号吗？没有。好，我带来他的吹嘴。哎，我吹错，你吹错话。啊，对不起，再次给我掌声鼓励一下嘛。5、6、7、8。 太强了！现在轮到我们法国号的弟弟，太弱，这一边。 1、2、3、4。 轮到那个，到我们那个，好，不用，那时候不用，手指轻按。现在轮到我们再从头到尾一直锵，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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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锵，那个的人，对，让我们掌声欢迎我们的阿猫，5、6、7、8。 非常好，非常好。看来人心真的要换鼓手了。顺便换法国号手。谢谢大家来了。我劝劝离开台北，我劝劝离开台北，因为我要回家了。我劝劝离开台北，我劝劝离开台北。这是他的。离开台北，离开台北，然后呢？ 我对你的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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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因为我离开台北。耶，结束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